大家好啊，咁我哋今日就會講一講咧二戰入邊嘅集體安全嘅嘗試啊。咁喺學呢課書之前咧，咁我哋就要了解咩叫做集體安全啦。所謂嘅集體安全，其實照字面解咧，就係一套追求維持和平嘅制度啊。咁我哋首先要認識呢三個人物嘅。咁呢三個人物咧，就係我哋喺一戰之後巴黎和會入邊嘅所謂嘅三巨頭，唔知大家認唔認到啦？咁我先介紹下啦，最左手邊呢一位咧就係美國總統威爾遜，中間呢一位咧樣子都比較兇狠啊，佢就係法國嘅克里曼梭，咁而最右邊呢一位咧比較和藹少少，佢就係英國嘅首相盧萊喬治啦，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威爾遜個樣比較慈祥，佢就係提倡和平嘅，啊咁而中間呢位克里曼梭咧，咁佢個樣比較惡啲。咁佢可能咧同德國嘅關係咧就唔係咁好啦，希望置德國於死地嘅。咁最右手邊呢一位盧萊喬治咧個樣都幾和藹啊，咁佢就持一個中立嘅態度，又唔好對德國太差，咁亦都唔使話好好嘅，係啦，咁中庸之道係最好啦。咁所以呢三位仁兄咧，其實喺學集體安全咧都係非常重要嘅。好，我哋其實講集體安全咧，好簡單嘅啫。同學成日都會忽略咗咩係集體安全咧。其實我整咗個表格，集體安全其實包含呢三樣嘢嘅。第一樣就係國際聯盟，第二樣咧就係國際合作嘅條約啊。OK，條約咁一共係有兩條嘅，一共係有兩條嘅，係啦。咁寫低佢啦。好，咁裁軍會議咧就有三條嘅。咁國際聯盟就得一個嘅，咁所以我會統稱佢做一二三啊。所以我哋會記住集體安全其實有個代號嘅，就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OK，咁我哋就一個一個 step by step 咁樣講啦。好，第一個咧就係國際聯盟咁佢就喺巴黎和會上面咧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成立嘅一個國際性嘅組織啦。咁有四個常任理事國嘅，分別就係英法意日啦。好，咁你會好好奇嘅，喂，美國提出喎，咁點解美國唔喺度咧？因為美國都冇參加到，係啊，你冇聽錯，係冇參加到啊。OK，好得意嘅一個事件啦，咁樣。好啊，咁佢國際聯盟咧，佢有個會員大會，有個理事會嘅，咁每一年至少開會一次啦，係啦。咁每個會員國都有一個投票權嘅。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啦，基本上所有決議咧都要全體一致通過。咩叫一致通過咧？即係你有幾十個會員，要幾十個會員全部都投贊成票咧，你嘅議案先可以通過嘅。其實係一件非常之困難嘅事就好似喺班入邊投票，有一個同學仔唔同意投反對票，呢個決議咧就過唔到噶啦。係啦，其實好得意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睇國聯嘅成就啦。咁其實就咁睇落去咧。好似好多成就咁樣，20年、21年、23年、25年乜都有，但係大家望一望，主要嚟講咧，呢啲都係調停解決咗呢啲小型嘅戰爭，例如瑞典同芬蘭嘅領土糾紛啦，波蘭德國嘅邊界問題啦，科夫事件比較大型少少啦，係啦，咁喺國際聯盟要求之後咧。咁就施壓啦咁樣，咁希臘向意大利賠款啦，咁最尾25年呢件事好得意嘅，因為一隻狗嘅事件啊，係啦，咁詳細我就唔喺度講啦，咁最主要就係希臘入侵保加利亞，咁所以保加利亞就向國聯求救啦，咁國聯最尾就向希臘實施一個制裁嘅，咁希臘本身唔肯咁但係最尾佢都肯讓步啦，係啦。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咧，最主要呢啲都係好小型嘅糾紛嚟嘅，即係國際聯盟係有成就，但係未必係一啲大國之間嘅紛爭可以解決到，主要都係呢啲小國之間嘅紛爭。咁同學仔咧，呢度可以記一至兩個例子啦，咁就去擺落去 essay 啦或者 DBQ 度用嘅。
我諗成個國聯咧，呢個係考得比較重點嘅。咁究竟國聯有啲咩局限性喺度咧？頭先我哋講咗佢可以解決啲小型紛爭，但係因為國聯第一係好致命嘅，呢個佢係冇一個自設嘅軍事力量，即係講緊佢嘅士兵啊，都係各國自願去奉獻出嚟，佢冇一個常規軍。咁所以面對住一啲大國嘅侵略嘅時候咧，其實國聯係做唔到啲乜，正正就好似1931年日本9·18事變侵略東北，國際聯盟其實有做嘢嘅，派出一個李頓調查團啊，李頓就係一個英國人啊，咁佢就帶住幾個國家嘅一啲人員啦，咁樣佢就調查呢件事啦，咁結果用咗大半年嘅時間啦，調查到件事啊，發覺啦，日本真係有錯啦。咁但係你發覺佢有錯，你又冇士兵，你又罰唔到佢啊！咁佢最多就係要求日軍撤出中國啦，罰唔到佢。咁日本直頭無視國聯嘅譴責啦，啊，甚或乎變本加厲啦，啊，有1·28事變添啦，喺中國，甚至乎1933年主動退出埋國聯添，咁即係你吹佢唔漲啦。簡單啲嚟講，意大利亦都係啦，1935年入侵非洲嘅一個國家阿比西利亞。即係現今嘅埃塞俄比亞啦。咁當時國聯就宣布啦，話意大利係侵略者啦，啊咁啊實施經濟制裁嘅。但係好死唔死，經濟制裁咧就唔包括呢啲最重要嘅打仗用嘅物資，包括鋼材、鐵同埋石油。咁其他國家繼續同意大利做生意，咁其實你個制裁有咩用咧？就冇用啦，係咪？一樣啦，到德國啦，1936年希特拉夾硬將萊茵河區重新軍事化，呢個本身喺巴黎和會嗰度係講到要非軍事化嘅，喺萊茵河附近。咁國聯除咗譴責德國做咗啦，咁你又冇士兵，你罰唔到佢啊，咁冇辦法啦。咁佢德國做咗啊，咁點咧？咁你吹佢唔脹，係咪？咁最尾德國甚至乎係啦，都離開咗國聯啊，咁所以基本上咧。呢個係非常之致命嘅一個弱點啊，國聯。第二就係欠大國支持，本身美國自己唔加入，蘇聯作為共產國家，亦都係不被加入，即係不被邀請。咁啊，德國26年加入，但係33年自己亦都退出咗，啊話走就走，日本都係咯。咁所以欠大國支持。第三呢個頭先我哋都講咗，要一致通過，基本上係好難。總之有一個國家佢投反對票，咁就完成唔到啦。咁所以基本上成個脈絡咧好簡單，有幾十次嘅爭端，66次發生咗，但係最終只有7件事係成功係去討論嘅嘢。咁所以你見到國際聯盟嘅成效咧，我唔能夠話佢冇，但係非常之少啊，非常之少。呢個亦都係集體安全失敗嘅好主要嘅條件。好，第二就係國際協約，我哋頭先講咗有兩條，第一條就係羅加諾公約，羅加諾係瑞士嘅一個 city 一個城市啦，啊咁啊英法意比德呢幾個國家喺度獲邀去出席啦咁樣，咁最左手邊呢個就係當時啊民主政府啊德國威瑪政府嘅領導人啦，斯特萊斯曼嚟嘅。咁呢條條約講咩咧？大家要記一記喎，黃色筆。呢條條約就係講緊咧，法國、德國同比利時咧要尊重彼此嘅邊界，即係換言之咧，唔好打仗。而家一戰之後，邊界係點樣劃分？而家就係點樣啊？你唔好再喐佢啦。啊，呢三個國家咧，比利時、法國、德國係要互不侵犯嘅。如果有人違規，OK，英義就可以介入噶啦。好，咁最尾啦，希望大家會用和平啊仲裁嘅方法，即係唔好講打講殺嘅啊！大家係斯文人啊，用仲裁方法解決所有嘅紛爭，唔好發動戰爭啦。除非係合法嘅防衛，OK，即係人哋打你，咁冇辦法啦啊！咁你防衛嚟噶嘛，咁就有機會去打仗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咁就唔好打啦，盡量以和平嘅方式去解決。好，咁佢係有啲成就嘅。第一個成就就係確保咗邊界安全啦，係啦。咁啊，第二個成就咧就係當時係20年代咧都係幾和平嘅一個社會啦。我哋叫做羅家樂精神啊，喺呢一度。咁但係最主要都係局限，局限係乜嘢咧？又係呢個問題啦，係冇乜約束力，因為你罰唔到一啲要侵略嘅國家。好，而且合法嘅防衛呢個字非常之虛無，究竟點樣為之合法咧？係啊，係咪？我打你係咪就係一個合法嘅防衛咧？唔知道，唔知道。咁所以呢個合法嘅防衛咧，
係啦，係好難去界定嘅。咁亦都係助長咗一啲侵略國咧去侵略其他嘅國家。咁再加埋蘇聯啦，因為佢共產啦，佢未獲邀出席西歐國家嘅會議啦，係因為蘇聯喺東歐，亦都大家嘅意識形態唔同啦，咁所以亦都令到蘇聯咧感到備受孤立啊，係啦，咁對於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嘅關係咧，亦都未做得太好。咁有見及此咧，就有第二條嘅條約出咗嚟，呢個叫做海格伯利安公約。咁今次同羅家洛唔一樣嘅，羅家洛公約就係人，就係地名，海格伯利安就係人名嚟嘅。OK，邊個係伯利安咧？佢就係當時法國嘅外相，即係法國嘅外交部長。咁而海格咧就係美國人。OK，國務卿咧亦就係美國外交部長嘅稱呼，我哋叫做國務卿，係啦。咁佢勁咗喎，有60幾個國家參加嘅喎。OK，佢嘅最主要嘅目的就係大家都要同意放棄以戰爭作為外交手段。OK，唔好講打講殺啊，盡量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啦，咁樣。好啊，咁啊，大家一齊睇睇啦。咁有啲成就嘅，第一我哋即係將戰爭係講得唔啱啦。咁其實係造就咗二戰之後咧，係啊，德國同埋日本嘅一啲戰犯咧，係去到一啲國際法庭度受審啦，亦都係呢一個開創咗先河啦。咁蘇聯亦都係獲邀簽署呢條條約啦。啊，咁啊，即係嗰個參與嘅國家會多咗，都係一啲成就。咁但係局限方面咧，亦都係啊，對自衛呢個詞語咧冇明確嘅定義嘅。啊，就算我侵略其他國家咧，亦都唔知點樣罰佢。啊，咁所以好似我哋冇校規咁樣啊，即係一個同學犯咗錯，我都唔知點罰佢嘅。係啦，咁呢度就唔能夠有一個阻嚇性俾到其他國家，咁亦都係個成效咧係非常之少啦。咁最尾啊，去到裁軍會議啊，有3條裁軍會議噶嘛。好，第一個咧就係好重要嘅華盛頓會議，咁喺美國嘅華盛頓度召開啦，有9個國家參加嘅。咁其實佢就分別簽署咗個4國公約，我就冇特別喺度講嘅，係啦。另外一個5國公約啦，同埋9國公約。所謂嘅5國9國，即係有5個國家簽，同埋9個國家簽。咁第一個係好重要，同學要背一背呢個數字嘅。我呢個數字係5:5:3，咩意思咧？就係主力艦噸位嘅比例啊，即係講緊美國係5，英國係5，日本就只有3嘅。好，咁即係做下數學問題啦。如果美國係10，英國係10，咁日本就係6啦。OK，咁當然仲有法同意大利啦。咁所以喺日本呢方面咧，佢就覺得唔滿意啦。啊，點解美英係5，我係3咧？咁樣。咁另外9國公約啦，亦都係好緊要嘅。咁啊9個國家就係呢9個啦，都會有簽嘅。咁佢有2個重點，第一就係維護各國喺華即係中國啦，OK，或者係啦，咁啊機會均等啦，同埋門戶開放啦。第二就係日本咧，要交出中國喺山東嘅權益，因為呢個喺50運動嘅時候，我哋都係不停維護主權啊嘛。咁終於喺華盛頓會議咧，就迫使到日本咧去交翻山東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最左手邊呢一個咧，就係我哋中國簽巴黎和會嘅代表顧維鈞啦，係啦，就係呢位仁兄啦。咁華盛頓會有咩成就咧？咁啊，逼到英國，逼到日本交翻山東啦，係啦，咁啊，盡量維持海軍勢力平衡啦，咁樣。咁但係限制亦都好多。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咧，就只係維持咗主力艦同埋航空母艦，因為艦隊有好多噶嘛，一啲巡洋艦啊、驅逐艦啊呢啲咧就冇提及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基本上咧，你限制咗前面呢啲，但係又唔限制後面呢啲啊，咁如果我哋啲國家發展後面嗰啲咧，咁又弊家伙啦，咁淨係限制海軍、陸軍同空軍又冇提及喎，係啦。咁再加埋咧，就算係日本係交還山東，但係佢嘅野心係不變，因為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興起，發動9·18、1·28、7·7事變等等，咁呢啲我哋都係無力去阻止佢，咁所以華盛頓會議咧，亦都有佢嘅限制喺度。第二就係倫敦海軍會議，喺1930年召開，顧名思義就喺倫敦啦。咁有呢幾個國家係出席嘅，咁亦都係針對翻之前華盛頓會議嘅不足啦。咁佢就之前係講主力艦，咁今次咧
就會包含多啲嘅艦隻啦，包括就係小型巡洋艦啦，同埋驅逐艦。咁個比例亦都係10:10:7。咁你就會見到咧，日本嘅比例仍然係少啲。所以大家學日本史嘅時候咧，佢就會係好唔滿意，甚或乎當時日本嘅首相濱口雄幸因為呢件事嘅失利唔能夠同英國、美國去平起平坐，翻到去日本嘅時候，甚至乎俾一啲極端嘅民族主義分子係暗殺添，喺東京嘅火車站，係啦，咁所以亦都係聯繫到軍國主義啦等等。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亦都有啲局限啦，係啦，除非任何一個非簽署國開始建設海軍，佢哋亦就可以擴展自己嘅海軍軍備，以保障國家安全啊。或者係非簽署國，如果我建設海軍嘅話，其他就可以跟住啦。咁即係如果有一方唔喺條約入邊，佢自己擴展海軍，其他人就可以跟住。咁其實就係意義不大啦，變相呢條條約已經變咗。咁再加埋之前有玩嘅法國同意大利啦，今次亦都唔玩啦。咁所以有好多國家唔參加情況下咧，亦都令到呢條條約嘅代表性咧就冇咁大啦。咁最後啦，呢個成日都會講嘅就係日內瓦會議啊。咁你見到佢係一個咧。喺國聯召開嘅會議嚟嘅，係啦，咁佢就好犀利喎，101個國家參加啦，亦都係普遍性嘅裁軍，係最全面嘅，或者係唔係淨係海軍，有埋講陸軍同空軍嘅，呢個就係當時嘅一個畫面啦。咁但係有咩限制咧？但係亦都係攞唔到共識。雖然佢嘅原意係好好嘅，有海軍、有陸軍、有空軍，但係咧，法德之間，法國同埋德國之間嘅仇恨咧係好難去解決，點解啊？因為法國話啦，如果我冇足夠嘅安全保證，我就唔裁軍。德國見到法國唔裁軍，自己亦都唔裁軍，因為邊個裁軍先，對方唔跟就會打冧自己，咁所以大家都冇足夠嘅底氣，同埋冇足夠嘅誘因去裁軍，咁所以基本上咧係做唔到嘢嘅。咁再加埋1933年希特拉正式即係上台啦，咁已經退出埋國聯同埋會議，然之後準備進行佢一連串嘅侵略，咁亦都導致咗日內瓦會議咧係唔成功。所以歸根究底咧，我哋喺集體安全呢課書咧講完基本上佢係失敗，雖然佢有一啲輕微嘅成效，但係整體而言咧佢都係失敗。咁所以我哋下次考試記住集體安全咧就係有3樣嘢，一、二、三，分別一國聯。二兩個條約分別就係羅加諾同埋海格伯里安。咁第三，我哋就係3次嘅裁軍會議，分別係華盛頓會議啦、倫敦海軍會議同埋日內瓦會議。咁希望呢條片咧會幫到大家記一記啲史實啦。每一個會議咧都記一記佢嘅內容啦、成效同埋局限嘅。咁希望大家喺呢條片咧喺幫大家答二戰嘅問題嗰度咧係會幫到手。好，俾心機，大家加油啦！拜拜。